咁習近平咧喺北京咧喺個建軍，即係佢個所謂中國建軍90週年大會度講咧，就講呢度話絕不容許任何人啊、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啊，把咩中國領土啊、中國分裂出去。即係呢樣嘢咧，你咪揦着我要出呢幅圖片咯。即係絕不允許任何中國領土割出去。嗱，呢啲中國領土紅色嗰啲咧，好多咧都係中共共產黨時期，即係江澤民嗰度。嗱，呢度講到明啊嘛，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埋蘇聯關於中蘇即係中蘇領土嘅協議，就係將呢忽土地係割咗俾蘇聯㗎嘛。呢啲都係㗎嘛，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全部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嗰陣時係割出去㗎嘛。你睇翻呢啲啊，2002年啊，中國啊與吉爾吉斯坦啊簽署呢個邊界嘅協約，就係呢度已經係冇咗㗎啦。呢度係中華人民共和國，講到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放棄嘅中國固有領土面積總計係300幾萬。嗱，呢啲啊，即係習近平呢條咁冚家產講嘢，話乜撚嘢？屌你諗你乜嘢唔會呢度講到明，不會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有圖為證，有啲人講話係中華民國嘅時代。屌你乜中華民國？你話自古以嚟啊嘛？你咁樣你成日都講自古以嚟，你估到幾時啊？啱唔啱啊？好多你諗下，你可以話你自古以嚟元朝都係添，去撚到莫斯科、蘇聯去到歐洲咁，你可以攞翻添，你自古以嚟啊嘛？啱唔啱啊？即係你呢啲人係屌你都冇資格講嘢咧，同埋呢度佢講到明。係要求軍隊維護中共領導同埋即係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喂，呢句嘢好似有啲危機出現喎。乜不嬲軍隊唔係維護中共嘅咩？黨軍啊嘛。喂，點解習近平會講呢句説話嘅？係咪即係證明軍中入邊有人對共產黨不滿咧？啱嘛？即係你諗下，習近平上任之後不斷都去軍營啊，去啲軍區嗰度咧視察就知道啦。喂，如果你係咁有向心力嘅，點會咁做咧？你睇下美國嗰啲啊，美國或者歐洲佢唔會去啲軍營視察嘅喎，好少嘅喎。係美國特朗普最近嗰個福特號落水咧，就去嗰個海軍，即係嗰度，即係落水嗰度海軍禮，即係福特號落水嗰個落水禮嗰度出一出嘅啫喎。你點會？即係你睇歐洲西方都好少咁樣做，好少刻意強調啊軍中去維護咩國家維護黨。喂，呢啲係必然嘅嘛。必然係咁做啊嘛，點解佢咁講咧？即係話軍中，即係中國入邊嘅軍中入邊，即係中共入邊嘅體制入邊，有軍人對中共入邊嘅體制不滿啦，唔使講啦，佢咁樣講係嘛？即係呢啲咪係咪講多錯多，或者講多俾人即係俾人懷疑你入邊成個中共入邊嘅制度入邊已經出現一個好深嘅裂痕咧？同埋你習近平，你首先你講呢句説話，即係中國領土唔會就係割讓出嚟，即係割裂出嚟。你睇翻呢幅圖片，睇翻個圖片啊，就知道中共係賣咗幾多中國嘅固有領土出去。個人意見，獨立思考，講完。